美国总统川普要对台湾扣32趴的对等关税哦，咱的政府要提880亿来协助产业减少冲击。劳团是发出声明，呼吁政府要要有具体措施，唔通让资方摕政府的补助，又搁非法来改聘劳工。业者辛苦市的乌龟鱼只鱼啊，就是要销去欧美市场赚外汇。台湾的乌龟鱼销去美国占比上大。即马美国总统川普宣布要对台湾扣32%的关税，面对竞争对手巴西，敢若被扣10%，竞争力大受影响，业者拢真烦恼。最担心的一点就是说，当我的无锅鱼关税那么高，美国人还愿不愿意吃？他搞不好转吃其他的鱼。那如果转吃其他的鱼，那无锅鱼的市场就会衰退，它的市场会消减。我们担心的是这一段。除了农业的五桂鱼、鲈鱼在出口农产品，包含金属机械、汽车零组件等的工商产品，出口拢受32%关税影响。面对产业界获利冲击严重，会影响劳动市场，劳团特别发出声明，呼吁政府提出具体稳定措施，以及对于这个劳动权益的保障的部分，应该要更明确的表示，只要有拿到补助的这些企业，应该要去做一个资讯的比对，这些违法资遣或解雇员工的这一些事实的话，我们就不应该。面对可能的无薪假或者是失业的情形，劳团无希望资方倒手提政府的补助，假手违法解雇劳工。劳动部是推出安定就业的措施，协助就业机会受冲击的劳工。万一有冲击比较大，部分的劳工有面临到失业的状况，我们有对应的方案。如果有企业雇主愿意来雇佣的话，也有一些薪资补贴，来鼓励雇主来雇佣再就业。除了补助企业请失业的人，劳动部也规划提供无薪假的薪水补贴，也会结合非营利组织，创造就业机会。设备也设60条专线，提供咨询，提供劳工上大支持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